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征收土地引发到百姓甲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。这个土横坐稳二线 G12甲 G13A 周边土地开发，计划要来征收土地546公顷，但是当地居民认为，这根本就是无必要，根本就是无站在的征收，有违法滥权的嫌疑。再起，大家小招到监察院送陈情书，希望监察院介入调查，保护因的家园。第四版拒绝浮弹征收。土地要互征收啊，桃园路地的民众无法度接受，抗议桃园市政府征收农地变更做建地。绿捷前坑，人民受害，人民受害。你不要开在我们那个农田上面，因为没有人，你干嘛来开在我们的农地啊？可是他们政府都不听啊。这届土地互征收失败，港存无够4分地。这项全台湾面积第2大的征收案，最后是伫咧桃园捷运绿线 G12到 G13站的附近，互入去都市开发的所在，计划爱征收546甲，影响的民众超44000人。不过民众和民间团体这期，捷运站的面积刚有3甲，拢已经完成征收，即马搁要加征收到500多甲，根本无迄个必要。它通常会有一个核心的公共建设，那要求这些居民，等同是要求这些居民来转嫁这些开发成本。纯粹是为了都市发展、捷运周边的土地要做合理的运用开发而来的。桃园市都发局讲，征收的定数已经照法规咧行，对民众的诉求麦当桥，民众去监院交定证书抗议，希望监察院会当介入调查。